杜尚和港女去到廣州珠江新城列德國際社區音樂天地廣場，出席由廣州日報攜手新世界中國舉辦會世界迎全運廣州國際社區運動嘉年華活動，擔任啟動禮和分享嘉賓，向廣州居民傳播香港青年正能量。期間認識了蹦床世界冠軍陳明老師，以及來自外國的朋友。我們和全場朋友一起做運動。去聊一聊，因為其實高先生是長期在大灣區去推動香港和內地的一個青年的交流，並且呢是深耕我們的網絡傳播的領域。那接下來想針對這個領域去聽聽您的意見，您覺得從香港青年的角度，他們怎麼可以從全運的精神當中去吸取一些正能量，並且呢，因為您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網絡傳播方面嘛，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好辦法能夠讓更多的香港青年去進一步的了解全運會以及參與到我們整個大灣區的體育交流，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借鑑的案例呢？有請。好，我都講擺話首先大家好，咁首先我本身呢幾年咧，其實都喺灣區裏邊咧就做一個橋梁嘅角色。第一就係咧去令內地嘅朋友咧去更了解更好地了解我哋香港。咁另外啦，亦都係透過我哋多走灣區嘅城市同人民嘅交流，亦都透過我哋嘅視頻呈現，能夠讓到外國人甚至乎香港嘅朋友更了解我哋大灣區嘅發展。咁喺過往呢幾年，我透過視頻亦都去帶咗好多年輕人去同埋一啲港人北上消費，咁更好地咧就係話翻到內地呢邊去發展創業就業置業。咁另外啦就係話嚟緊就係粵港澳大灣區亦都係咧首次我哋叫粵港澳一齊去合作去舉辦啊嘛，係一個空前嘅盛事。我相信咧喺咁多城市裏邊各有各一啲文化特色，亦都係咧有一啲好犀利嘅黑科技，甚至乎我哋國家隊嘅一啲運動員都好犀利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希望組織一啲香港網紅翻到嚟，尤其是內地呢邊就去將透過我哋嘅視頻去呈現俾香港嘅年輕人睇。咁當然啦，我哋香港亦都有喺啟德體育園亦都有4場嘅賽事，咁我哋亦都係希望啦透過喺我哋嘅視頻去鼓勵多啲內地嘅朋友一齊咧嚟到我哋香港呢邊。咁當然我哋亦都係去鼓勵澳門嘅年輕人咁翻到嚟內地呢邊咧去多睇多走多看嘅。OK，thank you，大家都聽得懂吧？哇，今日嘅呢個活動真係好國際化。OK 啦，我都用翻粵語去問翻高生啦。其實我哋都知道咧，你係香港精英會嘅副主席啦，其實都係見證住好多香港嘅青年啦，去融入整個大灣區嘅建設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啦，自己一直喺度擔任住呢個橋梁嘅角色啦，去聯通起我哋香港嘅青年啦，同埋內地嘅青年啦，以及係我哋其他省市嘅青年嘅。咁其實我哋好好奇下，我哋今日都講好多志願者嘅呢個關鍵詞啦。我好好奇啦，咁喺全運賽事整個籌備期間啦，嚟緊啦，可能仲有30幾日嘅時間啦。咁其實可以話如火如荼噶啦。咁你覺得如果咧我哋推動香港嘅青年以志願者嘅身份嚟參與到全運當中，你又覺得志願者呢一個關鍵詞可以為我哋多地粵港澳多地嘅青年交流去搭建起點樣嘅橋梁呢？好咁其實咧我哋喺香港賽區嗰邊啦，咁我哋其實都青年界別啦，一早咧亦都動員咧去參與咧我哋叫港區嘅志願者代表噶啦。咁如果我哋香港嗰個數字咧，就大概有3萬人報名，咁而入圍咧有17000人，咁而大部分咧都係青年朋友。咁我自己咧亦都係全運會香港賽區嘅一個志願者嚟嘅。咁亦都希望咧透過內地嘅朋友或者外國朋友嚟到香港去欣賞全運會嘅賽事嘅時候，我哋能夠呈現我哋香港最活力嘅一面、最友好嘅一面，讓到外國友人或者內地嘅朋友們能夠感受到我哋香港嘅城市文化。同樣地啦，亦都係我哋亦都會鼓勵多啲年輕人咧翻到嚟內地，同一啲志願者嘅朋友咧去交流多啲，咁讓到佢哋咧了解內地嗰個志願者嗰個文化嗰個特色，咁從而咧亦都係更加了解到一個城市嘅一啲特質，同埋我哋講科技文化活力咁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個交流方式嚟嘅。OK，thank you。2、1，有請點燃生活。這款運動的生活，也就是今天大開花的啟動信號，更是體育精神打破壁壘的象徵。我們感謝這條火可以說是多元共融的火種，也是人類對美好未來的共同向往。謝謝，感謝我們的主禮嘉賓們 ，Thank you very much。好啦，10月運會咧冇幾耐就係啦，咁歡迎大家嚟到咧粵港澳3地去參與感受粵港澳大灣區嘅魅力活力。記得點讚關注哦。